北京时间9月30日晚，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首轮继续进行，双圈大满贯选手马龙出战，他的对手是英格兰选手利亚姆·皮切福特，结果龙队赢得颇为轻松，直落3局，横扫对手，顺利晋级32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比赛开始前的运动员入场环节，马龙给现场的球迷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他左右手各牵一个，把自己的2个儿子带到了现场。看台上的中国球迷爆发出一阵欢呼，马龙的儿子也非常配合地向看台挥手致意。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乒坛传奇，难以抑制的自豪感，而这也是马龙2个儿子第一次公开亮相，可见龙队对于这次赛事的重视程度。赛前，马龙的2个儿子还有点害羞，毕竟要面对看台上这么大的观众，多少有些怯场。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紧紧抱住爸爸的大腿，马龙则不断地安慰孩子，画面非常有爱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